来这个风台来登陆，扫过规个高雄市，这基顶是大风大雨，面体铁皮厝顶甲看板，拢互大风吹害，落甲规涂骹。请记者雨丽来报道。 好，主播区段来关心山图尔台风目前最新情况。采访团队现在就在高雄市的旗津区。那么这一次山图尔台风，它在高雄小港来登陆，而且现在持续在往这个台湾的陆地上方呢，都还在盘旋当中。所以可以看到，在高雄市现在可以说是风强雨骤。而在高雄的旗津路上，可以看到在我们旁边是有这个不少的小吃摊。他们昨天收摊之后呢，其实这个铁门都是拉下来，不过因为风实在太大，通通被吹坏了。可以看到铁卷门完全是坏掉的状态。 而且他们店家这些生财器具呢，也全部都泡水，然后是放在马路上面的状态。后方甚至有一个药局，一个蛮大的招牌是直接被吹断，那么砸落在马路上，其实画面看起来是非常的恐怖。那么包括它后方的这些招牌呢，也都是这个四散一地，铁皮都掉在地板上的情况。而且现在其实因为旗津区是有部分的这个地方已经出现停电的状况，可以看到呢，现在台电的这个电力的工程车以及消防车都持续在往里面前进当中，因为现在这周边的这个电力可能有出现一些问题，而且呢，所有马路上的号志都是停摆的。其实现在的状态是非常危险。那么根据气象署提醒，因为目前这个山图尔台风它还在缓慢的前进当中，那么还会呢为整个南部地区带来非常大的风力跟降雨。那么提醒各位民众呢，一定要做好防台的准备，那么赶快待在家中，不要非必要一定是不要出门，保护好自身的安全。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形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